好，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平信徒主日崇拜。提醒大家將你嘅手機呢校去鈴聲。我哋預備我哋嘅心靈。首先係報告事項。今日係主顯節後第3個主日，亦都係平信徒主日，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主日崇拜。喺 Zoom 上邊嘅弟兄姊妹，請你記得崇拜之中你要全程靜音。好感謝今日為聖壇鮮花奉獻嘅弟兄姊妹，有 Jenny Pong、雷太同 Irene。 崇拜過後有茶聚同埋成人主日學，11點到12點，歡迎參加。如果未能嚟現場參加嘅弟兄姊妹，請你使用葛牧師寄出嚟嘅 Zoom 連線參加。歡迎各位弟兄姊妹留低嚟共享今日嘅團契午餐，係免費嘅。今日係平信徒主日，我哋要慶祝每一位上帝嘅子民，即係各位弟兄姊妹，以及聖靈喺每一個人身上嘅動工，樂意分享各自嘅恩賜，同心服侍。我哋要繼續高舉上帝嘅呼召，跟隨耶穌，彼此相愛，合一服侍，領人歸主。我哋呢要計劃喺2月7號星期六上午11點去探訪海船姊妹，歡迎大家呢可以同我哋一齊去。如果你想去嘅話呢，請你同阿Yvonne聯絡。我哋將於喺2月15號上午9點半舉行新春聯合主日崇拜，以及呢一個大食會potluck 午餐。請弟兄姊妹呢邀請你嘅親朋戚友踴躍參加。請你喺志工表上面填寫你願意幫忙嘅工作，以及呢係要登記你嗰日要帶啲咩菜肴返嚟喎。請你注意呢，你嘅菜呢要至少要預有8人嘅份量，而且呢一定要煮熟先至好帶返嚟教會。多謝大家嘅合作。兄弟姐妹，我們的新春崇拜就快到了哈！你要幫我翻譯。弟兄姊妹，我哋嘅新春日就快到啦。新年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跟家人都會團圓？係咪呢？新年嘅時候呢，大家都會同你嘅屋企人團圓。我們也要邀請我們信仰上這個家庭的家人一起回來團圓。我哋呢亦都要邀請我哋信仰呢個嘅家人呢一齊嚟到團聚。所以呢，我歡迎大家打電話給那些比較久沒有來的兄弟姐妹，邀請他們回來。希望大家呢可以打電話俾一啲好耐冇返嚟嘅弟兄姊妹呢可以參加。還有我們要準備豐盛的菜肴來分享。我哋呢要準備好豐盛嘅菜肴嚟到分享。我特別寫了要做好才帶來哈，特別呢要煮好先至可以拎返嚟。
因為我們的廚房其實不是很大哈。因為我哋廚房呢唔係咁大。如果大家都要回來還要加工一下，這樣就真的廚房就擠不下了。如果大家呢要翻嚟喺廚房加工呢，就真係裝唔落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來崇拜，就是要專心參加崇拜哈。最重要呢係翻嚟去崇拜係最緊要。不要在崇拜的時候，在這個廚房裏當那個馬大哈。唔好喺崇拜嗰時咧，你喺廚房呢度做，喺度忙緊馬大呀。耶穌有一對姐妹的好朋友，有沒有？瑪利亞跟馬大哈。那我們要做，耶穌鼓勵我們也要專心做瑪利亞，好，來專心來崇拜，來聽道。耶穌鼓勵我哋咧，要專心做呢個馬大，嚟到專心嚟到崇拜瑪利亞。瑪利亞。所以我們在家裏當馬大，把菜做好了，來教會專心當瑪利亞哈。我哋喺你屋企咧要做好呢一個馬大，又嚟到教會咧做瑪利亞。好，就是這樣子，謝謝大家。請大家繼續為生病嘅弟兄姊妹、教會事工同埋世界和平代禱。而家係宣召，請大家起立。弟兄姊妹們，我們蒙召要在聖靈裏剛強。我們來敬拜，要得着能力。在這神聖的時刻，讓我們紀念我們共同的呼召，讓我們靠上主的恩典剛強起來。來啊，我們同心敬拜，在主裏合而為一。請坐。請大家低頭同心祈禱。我哋嘅天父，三位一體嘅真神，感謝你賜平安帶我哋返到嚟你嘅聖殿。我哋要讚美你全能嘅創造，賜我哋生命氣息同埋各樣嘅恩賜。神啊，我哋將美國驅逐非法移民嘅政策交喺你手中。求你賜下公義與和平，教導執行嘅職員，嗰啲警員要有智慧去分辨，放下一切暴力嘅手段，不讓歧視偏見去辦事，減少不必要嘅傷亡。求主賜智慧俾領導人去計劃一個和平公義嘅新政策，而唔係用武力去執行。求主帶領美國走向和平嘅道路。求主繼續醫治我哋當中身體有病嘅弟兄姊妹，你知道佢嘅痛苦、軟弱同埋無助，亦都明白佢哋心裏邊嘅憂愁。求你用慈愛嘅手扶持佢哋，醫治佢哋嘅身體，安慰佢哋嘅心靈。願你嘅平安臨到佢哋以及佢哋嘅家人，使佢哋喺病之中仍都能夠經歷你嘅同在與安慰。今日係平信徒嘅崇拜，姊妹們嘅分享都交喺你嘅手中，願主祝福。以上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阿門。
請同念主禱文。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各位弟兄姐妹們平安，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們慶祝平信徒主日，就是你跟我的主日。今日我哋嚟慶祝平信徒主日，即係慶祝你同我嘅主日。我今天非常的興奮，今日真係好興奮啊！因為這個主日對我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呢個主日對我哋嚟講係好有意義嘅。一方面提醒我們作為平信徒的職責，一方面呢係提醒我哋作為平信徒嘅職責，建立教會，使教會興旺，建立教會，令到教會興旺合一，又讓我們借着今天姐妹們的分享，又讓我哋藉着今日嘅姊妹們嘅分享，在侍奉的道路上彼此的勉勵，彼此的扶持。喺侍奉嘅道路上呢，彼此嘅勉勵，彼此嘅扶持。兄弟姐妹，讓我們加油！弟兄姊妹，我哋要加油，再度燃起對神的忠心的火，再度燃起我哋對神嗰個熱火。我要建立一群大人之民，一群充滿讚美的居民，他們要靠我靈來往其地，並要榮耀我寶貴的名。主啊，興起建立教會，使我們靠你堅固，成為合一，你的肢體，在你愛子的國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一群充滿讚美的居民，他們要靠我靈來往其地，並要榮耀我寶貴的名。主啊，興起建立教會，使我們靠你堅固，成為合一，你的肢體，在你愛子的國度。主啊，興起建立教會，使我們靠你堅固，成為合一，你的肢體，在你愛子的國度。我哋今日第一位要嚟分享嘅呢係李依紅姊妹。我們今天第一位要跟我們分享的是李依紅姐妹。依紅姊妹呢喺2023年係由馮新大弟兄帶到入嚟我哋嘅教會。依紅姐妹呢是在2023年由馮新弟兄帶她來我們的教會。咁佢喺舊年呢就洗禮成為我哋嘅會友，在去年就正式成為我們的會友。依紅姊妹呢而家會參加讀經，仲有係每日為我哋聖壇準備美麗嘅鮮花。依紅姐妹呢現在會參與讀經，以及呢為我們主日準備美麗的聖壇鮮花。好多個禮拜你喺午餐嘅時候，你就會見到佢喺廚房嗰度咧幫你洗你用完嘅碟。很多時候呢，我們都看到他在廚房裡面就是在清理我們用完的午餐的那個碟子。我哋好期待佢今日為大家分享。我們很期待他今天跟我們分享。將時間交俾依紅姊妹。將時間交給你。兄弟姐妹們平安，弟兄姊妹們平安。我叫依紅，英文名叫瑞內。
我叫伊紅，我英文名叫 Renee。是美娜牧師幫我取的名字，呢個英文名係美娜牧師幫我改我嘅，很喜歡這個名字。我好喜歡呢個名。我來咱們教會3年多了，我嚟到呢個教會3年啦。 2025年6月8號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喺2025年嘅6月8號呢係洗禮，我成為基督徒。我於近年在牧師的鼓勵引導之下，才開始服侍工作。咁我喺近年呢，喺牧師嘅鼓勵引導呢，我就去參與服侍嘅工作。除比較穩定的參與讀經、主日學查經、聚餐以及教會安排的活動之外，我除咗比較穩定去參與讀經、主日學、查經、聚餐同埋教會安排嘅活動之外呢，還參加了比如像讀經、插花、輔佐教育小朋友、用餐之後的清潔工作等等。我仲參加咗譬如讀經、插花、輔助去小學嗰個小朋友嗰個主日學同埋用餐之後嘅清潔工作等等。那麼是什麼驅使我繼續服侍呢？咁係啲乜嘢驅使我嚟服侍嘅呢？首先，我認為如果我們只為教會或某個人服侍，可能不會長久。首先，我認為如果我哋只係為教會或者某個人服侍呢，咁係唔會長久嘅。因為我們的信心很容易受各種非善意的人或事干擾和影響。因為呢，我哋嘅信心好容易受到各種冇善意嘅人干擾影響。但後來我想通了。不過後嚟我諗通咯喎，我的服侍呢，只為上帝而做。我嘅服侍係為上帝而做嘅。因為呢，這是我對神的回應。因為呢個係我對神嘅回應。有一句話呢，對我影響非常深刻。有句話呢，係對我影響好深刻。不是我們選擇了上帝，而是上帝揀選了我們。唔係我哋選擇咗上帝，而係上帝先揀選咗我哋。不是我在服侍上帝，而是我已經被他先愛、先拯救、先呼召。唔係我服侍上帝，而係我已經被佢先愛、先拯救、先呼召。當你眼中只有上帝，你就看不見別的了。當你眼中睇到上帝嘅時候，你眼裏面再睇唔到其他嘢啦。更不會被干擾、被帶偏，更唔會俾干擾，俾人帶咗去歪咗。即使你有時候被誤解，工作得不到肯定，你仍可能堅持下去。即使有時你會俾人誤解呢，你工作得唔到人哋肯定，你仍可以堅持落去。精神力量固然強大，但具體目標也非常重要。精神力量固然強大，但係具體目標亦都好緊要嘅。吸引我長久服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係吸引咗我長嚟開始服侍嘅另外一個原因呢，是我發現這個教會有一種正向的氛圍。係我發現到我哋呢個教會有一個好正向嘅氛圍。這和美娜牧師的個人品德以及能力分不開。呢個同美娜牧師嘅個人品德同佢嘅能力係分唔開嘅。有他的指引、支持和教誨，我的精神世界今天離神更近了。有佢嘅指引、支持同埋教誨，我嘅精神世界今日嚟到神更加近啦。還有眾多的兄弟姐妹，他們待人友善、認真負責的服侍態度，都是吸引大家團結友愛、聚集在教會的重要原因。仲有呢，因為眾多嘅弟兄姊妹，佢哋待人友善、認真負責嘅服侍態度，都係吸引咗大家團結友愛、聚集喺教會嘅重要原因。感謝才華橫溢的兄弟姐妹在各自的崗位上服侍上帝。好感謝咁多位才華洋溢嘅弟兄姊妹喺各自嘅崗位嚟服侍上帝，服務於大家，讓我們有了安然舒適的環境和氛圍。你哋服務大家，讓我哋有安然舒適嘅環境同埋氛圍，能夠全心全意地關注與服侍上帝，讓我哋能夠全心全意嘅關注同埋服侍上帝，共同構建了教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同係建立呢個教會嘅凝聚力同埋向心力。我們要永遠熱愛教會，支持教會，心屬教會。我哋要永遠嘅熱愛教會，支持教會，心屬教會，讓教會越大越強，讓基督徒眾多，讓上帝的愛光輝普照天下。
讓呢個教會越嚟越強壯，讓基督徒越嚟越多，讓上帝嘅愛光輝普照天下。下面讓我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經文，是以弗所書第4節第7、12、11和16章。下面呢，我係想同大家分享經文係以弗所書第4章第7節、11、12同埋16節。我們個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的給個人的恩賜。我們每個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各人的恩賜。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百節各按各職，按照個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感謝上帝，阿門。感謝上帝，阿門。我們非常的感謝依紅姐妹的分享。好感謝依紅姊妹嘅分享。其實依紅姐妹今年又多了一項侍奉。其實依紅姊妹喺今年又多咗一個侍奉。她加入了牧關部成為委員。佢咧加入咗牧關部成為委員。我們感謝神。我哋好感謝神。他創立教會。佢創立教會。基督是頭，我們是身體。基督係頭，我哋係身體。我們的崇拜、主日學、團契以及各種各樣的奉獻。我哋嘅崇拜、主日學、團契以至各樣嘅奉獻，無論是對內的還是對外的，無論係對內嘅或者係對外嘅，都是滋養身體的能源以及力量，都係滋養身體嘅能源同埋力量。神的愛以及他的恩典，真是大大的臨到我們這個快139年的教會裏。神嘅愛同佢嘅恩典咧，真係大大咁樣臨到我哋呢一個就嚟要139歲嘅教會入邊。我們要回應他的愛，愛他，愛人如己。我哋要回應佢嘅愛，愛佢，亦都愛人如己。回應他的呼應，回應佢嘅呼應，順服他的揀選，信服佢嘅揀選，服侍他的教會，服侍佢嘅教會。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越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自己嘅經驗呢，就係越侍奉得佢越久就越甘甜。自從我接受主耶穌，他成為我主宰。自從我跟隨主耶穌，我更大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更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看他越愛他，祝福越加添，使我福杯滿溢在地如在天。我更大侍奉他，越久越甘甜。他賜下各樣的需要，他賜豐盛恩典，每天路徑的
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看到越爱他，祝福越加添，使我福美满溢在地，如在天。我更当侍奉他，越久越甘甜。以下呢，我哋要介紹 Donna， 佢係會第二位嚟為我哋分享。接着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Donna 姐妹，她要跟我們分享。Donna 係我哋英文堂嘅好重要嘅成員。Donna 是英文堂很重要的成員。佢咧好細個 BB 嘅時候就喺呢個教會大㗎啦。他在 baby 的時候已經在我們教會長大。佢咧由呢個參加主日學嘅小孩子變成參加教主日學嘅老師。他從那個參加主日學的小孩子變成教主日學的老師。咁咧佢更係教會係多年嚟嘅事工部嘅好骨幹成員。他是我們教會裡面事工部多年來的骨幹成員。佢咧更加積極嚟參與烏干達小學嘅宣教事工。他也很積極地參與烏干達小學的宣教事工。佢去咗4次非洲喎。他去過4次非洲。佢咧係多年嚟嘅忠心侍奉，係我哋好好嘅學習對象。他多年來的忠心服侍是我們很好的服侍的學習的對象。我係好特別欣賞 Donna， 佢係爽直開朗，佢嘅性格同埋佢好有幽默感。我特別欣賞 Donna 的爽直開朗的性格，還有他很有幽默感。佢更加係我個仔嘅牧養組長嚟嘅。他更加是我兒子的牧養的組長。好感謝佢嘅關心愛護。很謝謝他的關心以及愛護。我哋時間快啲交俾 Donna。我們把時間交給 Donna。Good things 早晨，我嘅名係陳美玲。陳樂生牧師係我嘅爺爺。大家早安，我的爺爺是陳樂生牧師。Sorry, I'm supposed to do the English. She does the translation. 對不起，我應該講英文，我是幫他翻譯國語的。So my name is Donna Chan Chu, and I've been at this church before I was born. 我的名字是 Donna Chan Chu， 叫陳美玲。在我出生之前，我就已經屬於這教會了。Meaning my family has attended this church since 1943. While pregnant with me, my mom was here. 也就是說，我的家人自1943年起就在這教會聚會，而母親懷着我的時候，也是在這裡。I was baptized as a baby by Reverend Edward Lee. 我在嬰兒時，李華正牧師為我施洗。I was confirmed in my early 20s by Reverend John Chamberlain. 我在20出頭時，有 John Chamberlain 牧師為我行堅信禮。I am not true to myself or to God if I say I am a Christian if I'm only sitting in the pews, singing songs and giving offering. 如果我只是坐在長椅上唱詩歌、奉獻金錢，卻說自己是基督徒，那我對自己也對上帝並不真誠。I have to step out and be active and be the hands, feet, and heart of God. 我必須走出去，積極行動，成為上帝的手、上帝的腳、上帝的心。I choose to serve in any way I can. 我選擇以我所能任何的方式來服侍。But the biggest struggle is burnout from wearing too many hats. 我最大的掙扎是因為身兼多職而感到身心耗竭。I have to step back once in a while and even say no, not now. 有時候我必須退一步，甚至說現在不行。
But there are times when no one steps up, and I know I can, then I will do it. 但当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而我知道我自己能做时，我就会去做。Since I've been here for quite a few decades, I have served in many ministries, fellowships, committees, and teams. 由于我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十年了，我曾在许多事工、团契、委员会和团队中服侍。A member of the Methodist Youth Fellowship, MYF, Sunday school teacher. I was Cyrus's teacher, and Sharona, who is Irene's niece, choir member, ESL tutor. 我曾是会理教会青年团契的一员，我也是Yvonne的儿子 Cyrus 的主日学老师，还有我 Irene 的侄女的主日学老师，诗班成员 ESL 英语辅导老师。Adventures in Faith AIF team, offering counter, flower ministry, scripture reader, liturgist, homeless outreach, Christmas caroling. 儿童事工信仰探索团队成员，奉献点算员，插画事工，读经员，主理，皆有关怀，圣诞节报佳音。Food pantry at Lake Merritt UMC, English Ministry Council EMC, Board of Administration and Trustees BOAT. Lake Merritt 帮往美丽湖会理教会食物银行派发食物，英文堂事工部行政信托部。But wait, there's more. 还有 Kumi Task Force, Holy Land Pilgrimage, Cambodia Mission Team, and Kumi Uganda Mission Team 4 times. 库米特别工作小组、圣地朝圣、柬埔寨短宣队以及参加乌干达库米短宣队共4次。To start any day, this is a good verse from Psalms 118:24, which reads,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Let us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So let us rejoice always and be glad for the Lord's day." 每一天开始时，不妨诵读诗篇118篇24节，一段非常美好的经文。经文这样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让我们常常欢喜快乐，为主的日子而欢心。As many of you know, I was recently diagnosed with a rare case of melanoma. 正如许多人所知道的，我最近被诊断有一种罕见的黑色素瘤。Right now, I feel good and am preparing myself physically, mentally, and spiritually to what comes. 目前我的状况良好，也正在从身体、心理和灵性上预备自己去面对将要来的事。Just hearing the word cancer seems like a death sentence. But I want to share the 23rd Psalms that fills me and encourages me. 光是听到癌症这个词，听起来好像宣判死刑，但我想分享诗篇第23篇，这篇经文充满我，鼓励我。This is a very familiar Bible passage, but this might sound different because this version comes from the Message. 这是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但听起来可能会不一样，因为这是出自新诗版。God, my shepherd, I don't need a thing. You have bedded me down in lush meadows. You find me quiet pools to drink from. True to your word, you let me catch my breath and send me in the right direction. Even when the way goes through Death Valley, I'm not afraid when you walk at my side. Your trusty shepherd's crook makes me feel secure. You serve me a 6-course dinner right in front of my enemies. You revive my drooping head. My cup brims with blessing. Your beauty and love chase after me,
every day of my life. I'm back home in the house of God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上帝，我的牧者，我一无所缺。你让我安歇在青翠的草原上，又带我到安静的水边饮水。你信守应许，使我重新得力，引导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即使道路穿越死荫的幽谷，我也不害怕，因为你与我同行。你可靠的牧杖使我心里安稳。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丰盛的筵席。你使我疲惫的心重新振作，使我的腹背满意。你的慈爱与荣美一生一世紧紧跟随我。我将一生住在上帝的殿中。 Amen. 阿们。感谢 Donna 姐妹的分享，好感謝 Donna 姊妹嘅分享。我們一起用歌聲來回應她剛才所提到的詩篇23篇。我哋用歌聲回應佢當時正話啱提嘅詩篇23篇。啊，我們只唱一節哈，只唱粵語的。啊，我哋唱粵語。你可以用任何言語來唱。不過你可以用你喜歡嘅言語嚟唱。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同度每一天。耶和華是愛，在困境中他保守引牽。神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在危難也不會變。在世間，主恩於共，他的愛存在常無盡。神為我施恩惠，保守勉勵，共同度此世。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裏，在危難也不會變。Amen。以下會為我哋分享嘅呢，就係 Christine。以下跟我們分享的是我們很熟悉的 Christine。Christine 呢係我哋嘅功課室主任。Christine 是我們功課室的主任。佢呢亦都係教會辦公室幹事，也是我們教會的辦公室幹事。我以前都跟好多學生叫佢做 Miss Lee 嘅。我以前跟很多學校叫很多學生跟他們一起喊 Miss Lee。咁呢，我哋每星期會收到溫馨提示嘅。我們每個禮拜都會收到那個溫馨提示。同埋每次呢個我哋崇拜你咁多嘅電片，好多幾百幅嘅電片。還有我們常常很多幅的那個漂亮的電片，都係佢好用心去準備。都是他用心的去準備。咁佢咁多年咁辛勞，咁多工作，究竟佢有咩心得呢？究竟他這麼多年來，這麼多年的服侍，還有他的心得。我哋嚟聽下啦。我們一起來聽一下。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早安。今日係呢個平信徒主日啦，好多節目牧師咧就俾個機會我喺度同大家分享下我工作嘅心得。
今天是平信徒主日的牧師呢，給我一個機會在這裡分享那個我服侍的心得。仲有今日我個女咧都嚟咗喎。還有我今天我女兒也來了，好乖的女兒。佢話專登今日要嚟咧聽下我哋啲平信徒嘅分享啦，有阿李老師啦、Auntie Donna 啦，咁啊當然仲有佢阿媽我。他今天特別來聽一下我們的分享，還有李老師啦、Donna， 還有當然呢，他母親的分享。佢嗰啲廣東話咧唔鹹唔淡嘅，唔知佢聽得幾多咧？他廣東話不鹹不淡的，不曉得他聽了多少。我叫 Miss Lee， 亦都係叫 Christine。我叫 Miss Lee， 也叫 Christine。因為其實有時我自己都唔知自己叫 Christine 嘅。有時候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叫 Christine， 直至到做教會即係早上個行政工作，我先知道自己其實神講俾我聽，我叫 Christine 嘅。其實神告訴我叫 Christine， 因為一直以嚟喺做小朋友嘅工作當中咧，無論係家長啦，無論小朋友啦，甚至乎我屋企嘅老細啦，都話 Miss Lee。因為無論是我那些小朋友，還有他們的家長，還有甚至我家中的老闆，他都叫我 Miss Lee， 甚至乎是自己啲仔女啦，自己的兒女，係直至到神有一日叫我 Christine， 我先知道哦，原來我自己叫 Christina。直到有一天神要叫我 Christine， 我才知道哦，原來我叫 Christine。咁其實咧，我就係喺2011年啦，就認識而家我哋嘅衛理教會啦。我在2011年的時候就認識我們的現在的衛理教會。當時嘅主任牧師呢，就係林牧師，當時是林牧師 Pastor Emily 當主任牧師。咁因為課後班嘅原因啦，而嚟到我哋呢個教會當中，就由2011年嘅5月，我是在2011年的5月就開始呢個課後班。開始我們的課後輔導班同埋暑期班，還有暑期班。咁我自己係洗禮咧，係喺以前嘅教會啦，應該可能大概喺05、06年左右吧。我大概在05或者是06年，在以前我參與的教會裡面洗禮。咁而喺2019年4月21號開始咧，就正式加入我哋依個教會嘅大家庭裏邊啦。2019年4月21號正式加入我們教會的大家庭。咁我參與嘅工作就有頭先阿 Vicky 所講嘅啦，有做電片啦，做主禮人啦，同埋做翻譯啦。而家再加多樣就係主日學嘅助教。我參與的侍奉就是電片、主禮翻譯，還有現在剛開始的那個主日學的助教。咁嗰個係1個月1次嘅啫。那個是1個月1次。當我聽到神呼召我嘅時候，嗌我即係當時係教會需要揾人做依個教會嘅工作行政嘅工作。當時我聽到這個教會要找一位行政幹事的時候，知道當時咧阿美蘭牧師係好心急嘅。我也知道當時美娜牧師很心急，並且咧又印咗啲傳單俾我，嗌我派俾即係有需要嘅人啊，同埋我哋自己本身啲 tutor。還叫我把那個傳單分發給各位，就是還有我們的那個 tutor。直至到有一日，其實我都一直都有為阿美蘭牧師依件事咧祈禱。我一直都有為這個事情來禱告。直至有一日正常咁起身跪下禱告。直到有一天我正常的起床，然後去詩禱告。我禱告嘅時候，突然間聽到為呢件事禱告嘅時候咧，就聽到神叫我個名。我正為這個事情禱告的時候呢，聽到神在喊我的名字。當時我就記得我自己咁祈禱㗎。我話教會需要急住揾一個人做教會嘅幹事工作，求主你呢個嚟帶領啦。
我記得我當時是這樣禱告的，我說知道教會還很急，要找一個幹事的那個人來幫教會做事。然之後有一位男聲，然後有一個男性的聲音 Christine。當我禱告一聽到個名嗰時，我就停一停。當我禱告的時候，我聽到這個名字，我停了一下。Christine 會接，即係 Christine 可能呢個人會接呢份工作。可能這個人會接這份工作。其實嗰時我唔知自己叫 Christine 嘅。其實當時我忘記了自己叫 Christine。然後我就正常去刷牙洗面。然後我正常的去刷牙洗臉。諗下 Christine 個名咁熟嘅咁。我就想說 Christine 這個名字為什麼這麼熟悉呢？忽然之間諗起我自己唔係叫 Christine 咩？突然之間我說我自己不是叫 Christine 嗎？就係咁樣就接受咗神嘅工作。就是這樣子就接受了這份神給我的工作。咁而份工作係由2019年5月26號開始嘅。這份工作是2019年5月26號開始的，直到而家，直到現在，可能直到退休。可能直到退休，或者我自己想退休嗰日，可能神都唔俾我退休。我自己想退休嘅時候，可能神都不讓我退休。我計劃係62，我計劃是62。分鐘神話我未嗌你退休，你繼續侍奉。很可能那個時候神就說我還沒有叫你退休，你還要繼續的侍奉。咁我點解要參與呢個工作呢？為什麼我要參與這個工作呢？唔係能者多勞。不是能者多勞，唔係我自己有幾叻幾聰明，不是我自己有多麼棒多麼聰明，而係我要回應神嘅恩典，而是我要回應神的恩典。咁多年由2011年開始到而家做得即係真正侍奉，雖然唔係由2019年開始，攰唔攰啊？但是從2019年開始侍奉，大家說累不累啊？攰啊，好攰啊，很累的，心身疲累，壓力超大，身心疲累，然後壓力非常大。因為人總是咧有條懶蟲喺裏邊嘅，因為人一定有一條懶蟲在裡面。我咧就係有起床困難症，起床困難症。我是有起床的困難症，因為我真起唔到床嘅早上。我早上起不來的，尤其天凍，尤其是冷天。點知一有侍奉嗰日呢，我就覺得我自己會病嘅添。但是一有侍奉的那天，我還覺得自己會生病，因為可能壓力太大。因為可能壓力太大。一係就成日覺得好似條氣好似哮喘咁。要麼就好像是氣喘。咁不如有時講話，算啦，喺網上主持得啦，唔使返教會啦，咁可以瞓多粒鐘。我就想說，我不如在網上參加就可以了，不用去教會了，可以多睡1個小時。好掙扎，好掙扎，很掙扎，很掙扎。但係一諗到唔係喎，我返去侍奉神嘅話，係我去等候神，唔係神嚟等我啊。但是我想，不行，我要回去侍奉神。是我等神，不是神來等我。所以咧，我好感恩都好感恩自己咧，都可以戰勝自己。我感恩的，我可以戰勝自己，就係更懂得倚靠我哋嘅神，就是更懂得倚靠神。我亦都想放棄過㗎，我想放棄過的，我唔想再參與啊，我不想再參與，好攰啊，很累。1年365日，日日都有我個工作嘅。1年365天，每天都有工作。好多時候都唔捨得去 vacation。有時候都不想去，捨不得去 vacation。因為要做週末都要做工，因為週末也要工作。但係我都係好享受，因為呢個係侍奉神，唔係我嘅工作，即係唔係我為自己工作。我也是很享受，因為我是侍奉神，不是侍奉我自己。所以我係用享受嚟做呢個工作，所以我用享受嚟做這個工作。咁其實神呢喺每一個人嘅身上都有恩賜嘅，包括你哋大家。其實神呢在我們大家的身上都有恩賜，你唔知啫。如果你一旦
去接受侍奉嘅話呢，你啲恩典能力會爆發出嚟嘅。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一旦你接受這個侍奉呢，你的恩典能力就會爆發出來。最緊要就係我哋以盡心、盡性、盡力去侍奉。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盡心、盡性，還盡力去侍奉。唔係吊兒郎當係試鬼蛋啦，係完成任務就算啦嗰種態度。吊兒郎當啊，完成任務就算了那種態度。OK， 今日嘅經文同大家嚟分享。人人要照自己所得嘅恩賜彼此服侍，作上帝各種恩賜的好管家。呢個係彼得前書4章10節嘅。咁然之後，哥羅西書3章23到24節，你們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為主做的，不是為人做的，因為你們知道。從主那裏必得着基業作為賞賜，你們要服侍的是主基督。Amen。非常感謝 Christine 嘅分享，支持。好多謝Christine 嘅分享。我哋嚟呢個。跟住嚟呢個呢，係呢個叫做百節身體一個靈一個儀式。我們接着下來呢，要進行一個儀式，叫百節身體一個靈。咩嚟嘅呢？因為我哋喺基督裏係大家都係一個肢體。我們在基督裏都是互為肢體。我哋睇到呢，我哋會陣間呢會真真實實嘅見到我哋每一個人喺主裏邊係有連結嘅。我們等一下會真真實實的看見，我們每一個人在主裡面是有連接的。要唔要企圈？請呢大家企喺度圍一個大嘅圈。請大家先起立，我們來圍一個圈。來，我們要盡快了，快，要盡快。牧師呢會有一團好靚嘅無線，佢會傳俾第一個人，然之後你接到呢，你要傳俾第二個人。我牧師呢會把那個毛線傳給我們一個一個的傳遞下去，最後呢會翻返去牧師嘅手中。在這邊先，最後就會回到牧師的手中。我們來近前來，盡量近前來，拉着每一個人的手都拉着那個毛線。你近啲，企近啲。最好是圍一個圈。係啦，圍一個圈。而家啱啱。拿緊哦！拎實咯，好似剪彩咁。兄弟姐妹，这是一条绳子，这象征神是我们中间的枢纽。我们因为神被呼召到这里，成为他的教会，成为他的子民。这个就是就是一个灵。我们这么多，我们就是百节肢体。我们都是土质的肉体，这是瓦器。瓦器可以做什么？
瓦器怎么样可以发光？是因为神这个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服侍，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发光，让人可以看见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这个光。我们是会发光的瓦器，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愿神来继续来帮助我们的服侍，带着他的光来服侍。我们所到之处都有光，我们个人就是行走的光，我们的教会在这里也是一个充满上帝的光的一个灯塔，一个象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 us pray。 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教会。我们又感谢你，真的是赐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有赐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借由我们的服事，让我们得以成长。当我们开始服事，我们就发现我们已经跟以前不一样。这就是神你奇妙的祝福。我恳求上帝，你来充满每一位兄弟姐妹，让我们在秉着你的爱来服侍的时候，我们都是充满喜乐的。这样的喜乐要彼此祝福，彼此扶持。我们感谢上帝你无限美好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全能的主上帝的名，阿们。 Amen。 在我们把这个绳子撤掉之前，我要邀请大家你向右来两个哈，彼此说谢谢你。Turn to each other and say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谢谢你的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谢谢你的 service。 And then 最后一句说感謝有你。感謝有你，感謝有你。最後一句，我們網絡上的朋友要一起說：感謝上帝，感謝上帝，阿們，阿們。好，怎麼收？好，沒事，就是傳給大家就傳過來就可以了，傳過來。阿英幫手。係咁兜圈喎，你放手啦。OK。弟兄姐妹，為了紀念以及慶祝今天的平信徒主日，弟兄姊妹為咗慶祝同埋紀念今日嘅平信徒主日呢，我們特別送各位弟兄姐妹一個書籤。我哋特別要送各位弟兄姊妹一個書籤。上面有金句的，又係上面有金句嘅。等一下呢，大家就直接這樣拿一個。大家直接咁攞一個，你不要看啊，不要想，對不對？唔好諗要啱唔啱啊，咩色啊，靚啲啊。因為書籤上面那句話可能是神今天要跟你講的話。因為書籤上面嘅話就可能係神今日要對你講嘅話。OK， 好，現在請伊法同 Irene 嚟派。等一下哈，那個我想請大家都上前來，你可以上前來奉獻，然後也一同拿書籤，然後回到自己的座位，好嗎？請大家將奉獻金拎出嚟，然後你就可以攞個書籤。就是奉獻跟拿書籤一起哈。現在是今天不能到現場的兄弟姐妹，我們也會留着這些禮物，等你來的時候都有一份哈。
们今天特别高兴哈 ，Jenny 今天回到我们教会，一同跟我们聚会。兄弟姐妹，这个平信徒主日呢，要有牧师来给大家做庆祝，所以我带回来了特别的点心，每一个人有一个哈茶叙的时候可以尽情来享受，希望你们喜欢今天没有来的会留着在冰箱里面在冰箱，下次你们来可以享用哈。兄弟姐妹，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全能，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闭会。